就一切关系阮的代志，感谢主，因为你的主爱永远伫地，你的信息直到永远。祈祷感恩，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感谢天父上帝，你因为听互主耶稣基督降世，并且担当阮一切的罪，替阮来受刑罚。主耶稣，我们要感谢你，因为你为阮受刑罚，阮才得到平安；因为你为阮受鞭拍，阮才来得到医治。你为阮所付出的一切，主啊，阮真愿意，真愿意把阮的活命奉献予你。总是主，你也要伫阮的身上继续来成就阮一切的工。主知影人有软弱，但是因着你的怜悯甲救赎，阮一定会当脱离罪过，一定要进入你的圣洁，进入你的永远话，进入你永远徛起的同在。感谢主为阮对视个话，感谢主引带阮进入伫圣灵引带的生活内面。互阮活出上帝国的款式，活出上帝儿女的款式，活出上帝的荣光。感谢主，将一切学乐荣耀感谢拢归你。你的平安，你的疼痛，继续引带阮。祈祷感恩，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感谢主。来，请保元兄来报告。两位兄弟平安，平安。在聚会进前，我来做消息的报告。第一，今仔日3月30日，维尼都各偌济敬圣餐的主日，请兄弟有卫心，共修圣餐，同心纪念主的救恩甲各外的荣耀。第二，感谢主的恩典，恭喜徐英哲兄弟也今仔受洗归入主名，愿主赐福因，伫主的疼中间一同来成长。进入属灵的大家庭。第三，110年度奉献证明已经放伫个人的奉献柜，若有需要奉献证明的兄弟，请伫公报拿登记来交选。第四，4月7至4月30，教会要来配合着全国祈祷网络 S7 属灵高监督干协的训练，每一天特经12章。方言祈祷1点钟，并为着3位未信者同事来守望，敬邀兄弟同来操练。第五，林素玲姊妹的母亲小妇美女士伫3月27离世。本会定伫4月7日礼拜日中昼12点半伫殡仪馆和平堂5号要来举行对事式，敬邀兄弟一同来参加。祭来安慰遗嘱。第六，4月19礼拜57点半至9点半的4月20拜六9点至下晡4点要来举行儿童主日家长的讲座。4月19的教师成长的课程，也就是4月20。讲员是周玉顺牧师，主题最。囡仔情绪的教练，教师联名的成长，更邀着儿童主日的老师、同工家长，甲愿意关心儿童事工的兄弟来参加。第7，7月7日至12，就是拜3至拜5，南部教区儿童夏令营要来开始招募着同工，更邀有意愿参与营会服侍的兄弟一同来参加。有对谱、祈祷、行政活动，有意者请向孟村传道来报名。还有补充报告，请牧师娘。阿说平安，平安。耶稣搁活无搁死，哈利路亚。阿门。所以咱的复活蛋要感谢中间兄来好说因的奉献，啥拢甲咱放甲足水的迄个土鸡蛋，土鸡蛋的颜色毋是白色，就是毋是得有一个色啊。咱中间兄咧听伊的2儿子讲，
昨爸爸对下晡就开始伫遐画时计，画时计，因等下看就知影，画几步啦吼，爱付出遐尔侪心力，咱来甲感谢吼，中间遐来好势，谢谢啦，吼，好，然后解决阮一个这个当工要准备这代志，足大的困难的解决吼，因为较早拢爱用滚来顶、滚来顶、滚来顶个，啊一大堆人伫咧舞安尼吼，啊即人迄个大走大顶吼，安尼。足有经验的，啊个两个撒甲水当当拢，迄个拢足水就对啊，吼，真感恩。好，来，咱听敬拜团。今仔日是啥物节日？过偌济？哈利路亚！过偌济是？过偌济是迄个每一年的当时吗？每一年的过偌济？每一年的过偌济，我甲一人问讲，我袂记哩啊呢。我讲迄嘛免记，因为当年的过偌济日期拢无共。伊就是伫春分月圆之后的第一个礼拜。你若看古历，就是春分月圆之后的第一个礼拜，迄就是咱传统当中用做这个过偌济日子。所以人也甲伊问讲，啊，复活节是哪一天？你就讲每一天每一年都不一样，吼，迄就是奇妙的所在啦，吼，哈利路亚！因为耶稣给个我，迄个羞辱的十字架的记号，就变成有荣耀的记号，是一个荣耀的记号，是给加最我的荣耀。阿门！咱请咱起立来吟，咱要用一个真用5万的这个感觉来吟唱这首吼。我唱叮当的时候，5万的来，救主带我到世界，你下有我了罪，对哥哥他那老的，白白受人死罪，是你的心。
利路亚！咱一个人若无心内面责备家己，耶稣看咱安尼是完全的人，所以咱有一个福分，就是会当每一季拢是新的，放掉过去迄个包袱啊，过去迄个罪责，互咱重新跑走，每一天拢有新的完全的稳定。因为耶稣基督所献上的、所摆上的，是赢过了死亡，是战赢过了死亡，互信靠伊的人，能更较有永远活的盼望。哈利路亚！咱对头再来吟全首，带着耶稣基督，互咱更活的盼望来吟。救主从我到心底，你也有我名字，对我讲他山老了，白白使人死罪，是你的，是你的。我追求小主，是你的，是你的，也是我的荣耀。我将罪拢洗清去，只可耶稣无悔。我已拢无所挂，只看求主是的，世界对我一定是，我已是对世界是你的，是你的。也是我的荣耀，我将罪拢洗清去，只可耶稣无悔。是一个，是你的，是你的，也是我的荣耀。我将罪拢洗清去，只可耶稣无。是一个，是你的，是你的，也是我的荣耀。我将罪拢洗清去，只可耶稣无悔。哈利路亚。
多谢上帝，你完全的赦免耶稣基督的献上，互阮真做圣。因着信，因信的称义，无夸，拢总无所夸，是夸耶稣基督。我若要迎接伫新的活命日内面，日日拢要互迄个光明照咱的心。哈利路亚！迄个光照着咱的心，就无搁再黑暗。啊！你救主阳光照阮的心内面。耶稣敢若同在，阳光要照咱的心怀，救主。救主阳光照伫我心内，叫我荣耀光彩。世上的光拢要为所比，这光显到真理。快乐阳光，有好阳光，何时有这快乐平安来？将欢喜耶稣跟我同在，阳光照亮我心欢喜乐，喜乐是我充满我心内，相拥天地主宰，所有是我主耶稣爱听，我想很天地上，快乐阳光，有好阳光，何时有这快乐平安来？就欢喜耶稣跟我同在，阳光照亮我心怀。大有主耶稣跟我同在，我心何等喜爱，平安上帝上伫我心内，我想主大爱，快乐阳光，有好阳光，何时有这快乐平安来？就欢喜耶稣跟我同在，阳光照亮我心怀。大有主耶稣跟我同在，我心何等喜爱。第三节，平安献给上帝我心内。我想主的恩爱，快乐再拍拍我来，这位拍拍我来，欢喜感恩，有这快乐平安来，就欢喜耶稣跟我同在，阳光照亮我心，快乐阳光，快乐阳光，是好阳光，何时有这快乐平安来？就欢喜耶稣跟我同在，阳光照亮我心，快乐阳光，快乐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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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乐平安来，平安来，就是耶稣跟我同在，阳光照亮我心怀。快乐阳光，有好阳光，何时有这快乐平安来，平安来，就欢喜耶稣跟我同在，阳光照亮我心怀。拍拍感谢上帝，救赎咱每一个，哈利路亚！救赎我，救赎我，感谢你主啊！主耶稣，我们要感谢你的听痛，你的恩典，你的能力，你的保护，你永远的听，一直伫阮的心内。感谢你，不只是干那伫阮的心内，乃是伫生活当中每一时、每一分、每一秒陪伴伫阮的身边，引带阮，互阮行伫永远活的路。主啊，阮感谢你的听痛，主是。当阮若是真实对着你的路来行，
你行到倒位，阮就行到倒位；你安怎样得胜，阮也要安怎样得胜；你怎样得阳光，阮也要怎样得阳光。就你讲，信你的人要对伊的北来庆出活命的水泉，要庆出喜乐的水泉，要庆出上帝的阳光。就阮所以感谢你，因为耶稣基督对死过活，这一切要真做事实。所以，阮献上阮的感谢，阮将上赞而乐，拢归于你，拢归于永永远远活地的主，永永远远最王的主，永永远远引带阮的主。祈祷感恩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将上大阳光感谢拍鼓来归予咱的主，咱的上帝，哈利路亚！主啊，谢谢你，赞美。咱用主感谢咱的祈祷，同心来祈祷，请。阮伫天年的爸，愿你的名圣，愿你的国临到，愿你的旨意得成，伫地人亲像伫天人。阮的日息今仔日赏赐予阮，赦免阮的过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过负阮的人，袂得带阮入地狱，就救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到代代无尽。阿门。请坐。继续来读上帝的话，启应。我启兄做应好的时阵，三角来上读第13篇。毋通为做歹的心怀不平，也毋通为犯不义的生出嫉妒，因为因哪草紧紧要受挂落，又搁哪青菜紧紧要孤单。你着我靠耶和华来行善，踮伫地上掠伊的信息做娘，着搁以耶和华为乐，伊就将你心内所求的赐予你，就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我靠伊，伊就必成全。伊要互你的公义哪光发出，互你的公平明哪正道。你着默然我靠耶和华，耐性听候伊。毋通因迄个道路通达的，甲迄个恶魔成就的，心怀不平。义人的脚步受耶和华立定，伊的道路耶和华也喜爱。你爱视察迄个完全人，观看迄个正直的人，因为和平人有好结局。阿门。哈利路亚！上帝为何等的宝贝，了后所接咱请了牧师正道。咱请同齐掀开周报第4面。咱同齐做伙来看周报第4面，咱来上读约翰福音20章1节到18节。咱同齐做伙来上读，请。7日的第1日清早，天也黑的时阵，莫大粒的玛利亚来到坟墓遐里，看见石头对坟墓刷开了，就走来见西门彼得甲耶稣所爱迄个门徒，对因讲：有人甲主对坟墓内刷去了，咱毋知影伊囥伫倒位。彼得甲迄个门徒就出来，往坟墓遐里去。2个人同走，迄个门徒比彼得走了搁较紧，先到了坟墓，仰头往内面看，看见幼麻布还搁囥伫遐，只是无入去。西门彼得对后也到了，入坟墓内底去看，就看到幼麻布还搁囥伫遐。又搁看到耶稣的白头巾无甲幼麻布囥做伙，
是另外放伫一个所在讲的。升到坟墓的迄个门徒也入去看见就信了，因为因也无明白圣经的意思，就是耶稣的确要对死来割活。对安尼两个门徒倒转去家己徛起的所在去了。玛利亚却徛伫坟墓外面口，头的时阵额头往坟墓内面看，就看到两个天使身穿白衫，伫安放耶稣身躯的所在坐地，一个伫头，一个伫骹。天使对伊讲：“妇人人，你啥爱看哭？”伊讲：“因为有人甲我的主刷去了。”我毋知影放伫倒位。讲了这个话，就越过心来，看见耶稣徛伫遐里，却毋知影是耶稣。耶稣问伊讲：“有人人，你有啥物哭呢？你咧找啥呢？”玛利亚却掠做是看远的，就对因讲：“先生，若是你甲伊刷去了，请甲我讲，你甲伊放伫倒位，我就去处伊。”耶稣讲：“玛利亚。”玛利亚就越过来，用希伯来对讲列波尼。列波尼的意思就是父主。耶稣讲：“毋通忘我，因为我还未请去你见我的爸。你往我兄弟遐里去，甲因讲，我会常常去见我的爸，也是恁的爸；见我的上帝，也是恁的上帝。”莫大粒的玛利亚就去甲门徒讲：“我已经看见主。”伊又搁将主对伊讲的这个话甲因讲。阿免。咱搁再一摆额头来祈祷。全能的天父上帝，阮伫这个时阵仰望你的疼痛，恳求你的施恩。保守引带阮，伫你的祝福恩典内面，甲你同心同行。你是阮的主，引带阮、照顾阮，是阮的上帝。你了解阮的软弱，明白阮的败坏，所以你互耶稣基督亲自来到这个世界，替我担罪。替阮担罪，有阮受尽一切苦楚，甚至迄个苦楚是无人有法度承受的。用阮的话讲，主耶稣，你为阮的罪，替阮互人凌迟到死，遮尔大的恩典，阮你献上感谢，也恳求你的赦免，也恳求你怜悯。总是感谢的是主耶稣，你第三日对死个我，并且你上天。差遣圣灵来，所以亲爱的圣灵，阮恳求你伫这个时阵，搁再一摆帮助阮，互阮因为相信主耶稣对死搁活的大能力，互阮甲基业对上帝你的恩典、对圣灵的同在引带，互阮亲像主耶稣基督同款，对死搁活。互阮脱离罪的捆绑，互阮罪死，互阮义活起来。主啊，这是阮的恳求，求你怜悯，求你怜悯，求你怜悯伫阮的身上。同心恳求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基督耶稣伫伊所享受的日子内底，互咱会当相甲做伙伫今仔日同齐过这个过活节。过活节的算法有较困难，总是伊伫一个定定的日子，就是
甲犹太人的搬过节是相似的日子。因是看犹太历，是看农历。就咱华人的社会来讲，就是伫春分，咱有24个节气。伫咱的春分过了后，月娘爱圆哦，月娘爱圆起来。就是春分过去了后，迄个15月娘圆了后的第一个礼拜。习俗若是月娘圆迄一天，拄15，就是拄春分，安尼迄一天就是过活节。那么春分有一个真大的意义，就是伫万米拢顶头，搁再挖过来。伫咱即马会较无啥相像。伫过去的时阵，春分的时差不多是全部的花才会开始开，但咱即马3月的时阵花已经开要了去。所以，但是迄个日子是安尼算的，总是咱感谢，因为迄个日子内底充满上帝恩典甲疼痛，所以咱伫上帝的赏赐，伫伊的恩典内底，咱去经历迄个真水更新的画面。总是迄个更新真水的画面，咱也着同齐做伙了解。伊迄个日子，毋是一时啊，咱就会明白。有一寡兄弟姊妹，甚至我家己，嘛有即款画面的困难。真像有个人感觉讲，我一个洗礼了后，我就会马上拢变做完全拢袂过犯罪。所以有不止啊，真侪基督徒伫这个信仰的过程内底，受真大的挫折。奇怪，我着定安尼祈祷，定安尼读圣经，但是是安怎会搁含阮先生相骂，会含阮太太冤家，阮的同事若做一个较无好势，我着安尼，迄心光火倒知影爱忍耐，忍耐到我的心中用要憋去安尼。所以咱的画面会变做有一款真大的困难。还未认捌主耶稣基督的人。因检测有另外一个困难是，我来教会真久啊，但是我常常看遐基督徒，遐基督徒有的是真欢喜、真快乐、真有喜乐的心对内面呈出来。毋过有的一寡嘛是无呢，佫比我佫较愁苦，比我佫较艰苦心。我看这个人安尼，到底基督徒安尼嘛有这基督徒，安尼嘛有这基督徒。到底是倒一个才是真正的基督徒？所以变做咱的兄弟姊妹，还未认捌主的时阵，当伊要做决定、要做选择的时阵，伊嘛有真大的困难呢。有的人真做基督徒了，伊嘛会伫迄个所在想，奇怪，人牧师就讲安尼，伊祈祷人病就会好，是安怎？我祈祷病甲当也嘛袂好，我莫讲祈祷别人好，就祈祷我家己好，嘛袂好。安尼到底是安怎样呢？亲爱兄弟姊妹，今仔日咱要同齐做伙来思考，咱的信仰内底有一寡物件，咱会刷走，互刷走去，但是地到咱就安怎毋知影。有的时阵，因为看到一寡发生的代志，咱就会相信。但是咱所相信是啥物货？是相信上帝爱咱相信的，还相信我要相信的？这两个有真大的差别咯。但是今仔日咱所读的玛利亚，有一个真有意思的代志，就是因有一寡代志毋知影，但是伊甲这个毋知影的代志当作是一个真大的代志来处理。伊面对遐个代志，了伫毋知影的时阵，伊为了迄个毋知影来发出哀哭。总是这所有一切的代志，拢会伫耶稣基督内底所讲的话来成就。自古早以来，有不止啊真侪人、真侪教主宣称讲伊会死，伊会对死搁活。但是有统计以来，只有干那耶稣基督，只有耶稣基督宣告
伊会死，并且伊宣告，伊死3日，第3日一定会对死搁活。其他的教主宣称讲伊会死，有一日伊会搁活，但是到今也无看到任何一个教主活起来。独独只有咱的主，咱的耶稣，伊伫要未死进前，真久伊就宣告：有一日我会死，并且我敢若会死3日，第3日我会对死搁活起来。耶稣讲的话，伊真正照安尼讲，伊就照安尼做，照安尼成就。所以耶稣讲，是咱信心的源头，也是咱信仰的根基。这是犹太人的蒙黑。有个人对耶稣对死搁活讲，伊无明白，用华人的语言来看的时阵，就是人已经呆伫涂骹，哪有可能去对涂骹内底问出来了？要惊死人个？当时呢，圣经伫这个所在，咱看这是犹太人的蒙黑，因遮就是咱的蒙是为平地甲伊挖落去，但是因的蒙是对着岩石来甲伊插互伊一个崩坑一个崩坑，了后甲遗体甲伊撸入去，这是因的蒙黑。搁较就近看的时阵，你就会看真清楚。这有诶内底伊会三通，有诶就无三通。了后你看这个吼是非常典型的蒙黑，就是因伫这个所在挖一个坑，了后甲这个石头割过来，安尼就甲这个蒙黑为个甲伊塌起来。总是你甲看，这是悬的，这是悬的，但是这下骹其实是乌空的。这咱看到有这个石啊，但是伊其实下骹这个所在这是乌空的。所以这个石头对这安尼割过来的时阵，这个圆圆的所在会全掂落下骹。若个这个有两个，这有一个墩，这也有一个墩。所以若是要对这下骹佮甲伊割倒起来的时阵，其实是相当的困难。因安尼甲遗体放伫内底，甲这封起来，因为惊有其他的走兽来甲这个内面的遗体拖去。所以这是犹太人的蒙黑。安尼咱若明白这个代志，咱就会较清楚是安怎列撒罗对死搁活的时阵，伊会对蒙堡内底行出来。主耶稣对死搁活的时阵，伊嘛毋是呆伫涂骹，安尼规身躯牙齿牙扎。因犹太人，因若是甲这个要放入去的时阵，因就会甲遗体抹香膏、抹油，大概会抹7层。一般的百姓抹3层，若是较这个王族的时阵，因就会抹7层，抹1层油，搁担一大一层的火带，了搁抹1层油，再搁层，所以拢共会层3层到7层。所以伫这当中呢，咱看见，这就是安尼来看。你会当大声对着这个蒙堡有了解。你看这个蒙堡吼，伊毋是像头前这个，这是一区一区，这可能这后壁就是空的，但是这是后壁是有个起哩的。咱若看这个先来看，伊这是规座山有无？拢安尼怎撸入去，挖伫下骹搬石，这也有一区，伊嘛怎甲伊挖入去？所以这是规座山拢甲伊放伫个内面。咱了解这个的时阵，咱就会较明白圣经内底咧讲啥。了耶稣基督伊的身躯放伫内底，到了7日的第1日，天还阁乌的时阵，莫大粒的玛利亚，伊走来甲蒙堡来看。这时已经是第3日啦。了后伊就看到一个代志，石头原本是封起来，但是即马石头舀开去啊。伊就走去甲西门彼得甲耶稣所听的迄个门徒来对因讲，因伫这当中，迄个
耶稣所听的门徒，这是约翰福音。咱若读约翰福音的时阵，会了解耶稣所听迄个门徒，其实就是约翰家己谦卑的自称。伊无写家己的名，伊伫约翰福音内底，既然摕到家己的时阵，拢是用耶稣所听的迄个门徒来代替、来表达。总是呢，耶稣基督非常意爱这个门徒。耶稣基督定定和三个门徒定做伙，一个就是彼得，一个就是约翰，一个就是雅各。定定带因三个人三甲做伙有小组的聚会，特别关怀这三个人，也互这三个人继续去牧养其他的这的教会人。所以这个时阵，你看到莫大利的玛利亚，伊就马上走去找彼得，因为彼得一向讲话做代志，拢会走正经。所以伫迄所在，伫迄个所在，伊就讲：有人甲主对坟墓来刷开去，阮毋知影伊囥伫倒位。伊讲阮毋知影伊囥伫倒位的时阵，其实是咧表达另外一项代志。就是伫路加福音的时阵，记了会较清楚。7日的头一日黎明的时阵，遐个妇女带着所有备的香膏来到坟墓前，看见石头已经对坟墓舀开了，因就要入去，但是只是看无到主耶稣的身躯。所以咱斟酌，毋是干那莫大粒的玛利亚，是啥？遐个妇女，因为因伫进前耶稣基督受钉十字架的时阵，放入去内底。是非常匆忙来甲伊整理伊的遗体，因为隔天就是安息日啦，所以因真赶紧来处理这代志，无真好势甲伊用。所以伊伫这当中的时阵啊，伊甲来到伫安息日过了后，因就来到这所在，要来重新处理这遗体。但是因敢有机会，甲这香膏。香料，甲伊抹去耶稣基督的身上，无。因即马进前的时阵，可能有甲伊放一层两层的香膏，甲迄个火带甲伊绑起来。但是检查即马要搁甲伊用，互伊较好势。但是伫这个时阵安怎样啊？伊就无有这个机会了。了，因嘛毋知影耶稣基督走去倒位啊。亲爱兄弟姊妹，有诶时阵，你的人生敢原来安尼？亲像咱祈祷也无听到回应，亲像咱真侪代志，牧师就讲祈祷耶稣，耶稣会回应，会听，会成就你的祈祷。但是真侪时阵，咱所想的是，现此时我要爱的是啥物货？但是上帝所要予咱的是，比这个咱所要爱更较重要、更较久长的代志。但是咱就是敢看到眼前咱所想的要爱的，咱伫迄个时阵，咱就会感觉咱看无到耶稣，咱看无到耶稣，咱就毋知影咱要安怎样啊做。请问，这个时阵耶稣敢要伫遮？耶稣无伫遮，但是耶稣敢要伫咧？有啊。耶稣无伫遮，但是耶稣有伫咧无？有。总是咱真侪时阵，咱就会安尼，啊，都无看，啊，咱都毋知影，所以咱的信心就会摇拽。咱定定要看耶稣是安怎看呢？就是主耶稣，你爱照我想要爱看到你迄款形式来看你。安尼的时阵，我就知影你有伫咧。犹太人有一大部分的人到今仔日也无承认耶稣就是旧约圣经所应允的弥赛亚。一个上介大的原因，是因为因相信上帝应允有一位君王、祭司、先知三合一的一位大能者，或者弥赛亚要来。但是耶稣来的毋是这款形式哩，耶稣基督来，因犹太人是敢若认定这个君王、祭司、先知合一的这位大能者弥赛亚来，
是干那要做阮犹太人的王。但是耶稣基督来，毋是干那要做犹太人的王啊，伊是要做啥？全宇宙的王，救赎上帝所创造的世界。所以犹太人伫这个代志顶面，因受刷走的，是上帝甲因刷走的。但是因毋知，因就是干那我一定爱安尼看到，我想要看迄位上帝，迄位弥赛亚。安尼才算是，亲爱兄弟姊妹，这就是咱的问题。上帝啊，你得爱照我所做的，你若毋是照我所做的，你甲我所爱的刷开，安尼上帝，你都毋是上帝。这就是咱的问题。这人嘛是安尼，所以因讲一样代志安怎讲，阮就毋知。所以上帝甲咱对咱有美好的计划。有一寡代志，伊甲咱刷开，毋是因为伊无听咱，反倒等伊甲咱刷开，就是因为伊听咱，所以伊才要甲遐刷开啊，互咱无地到，因为安尼来失落。了，咱看见第二个，伫这当中，彼得甲迄个门徒就出来，往坟墓遐去，因就同齐做伙走去。了，但因去走去到迄个所在的时阵啊，门徒迄个约翰。住所听迄个门徒约翰，伊走了搁较紧，大声到坟墓，额头往内底看，看右抹布也搁放伫遐，总是伊无入去。西门彼得尾后的时阵，伊也就入来，了伊就看到右抹布放伫遐，又搁看到耶稣的白头巾无甲右抹布放做伙，是另外放伫一个所在，家卷起来，又搁到坟墓遐里，了先到坟墓迄个门徒嘛入去，伊看见就信了。总是因安怎？因为因无明白圣经的意思，就是耶稣的确爱对死搁活，对咱两个门徒倒转去家己徛起的所在。亲爱兄弟姊妹，咱这个时阵斟酌注意，圣经讲因就信了，那么因信啥？因是信耶稣基督搁活，还是信耶稣基督也未搁活？咱若斟酌读圣经的时阵哦，咱若斟酌读圣经的时阵，咱若斟酌读圣经，你甲看，看啥？看伫第8节，先到坟墓的迄个门徒也入去，看见就信了。这个时阵读的时阵哦，咱会感觉袂输，敢若因已经相信耶稣基督已经对死搁活。但是咱注意看第9节讲啥？因为因也无明白圣经的意思，就是耶稣的确爱对死搁活。是安怎遮又搁写讲是因为因也无明白圣经的意思。安尼若对圣经的文理来看的时阵，因是相信耶稣搁活，也是相信耶稣也未搁活。应该是也未搁活，对无？所以咱咧读圣经的时阵哦，爱斟酌。过去的时阵，我嘛捌有一段时间哦，我拢想讲哦，这个什么人啊？约翰哦，伊安尼哦，大声教迄个门徒的约翰大声教嘛，所以入去看到爱就信了。但是我以后读的时阵哦，才发现讲，毋是呢，因也无明白圣经的意思，就是耶稣的确爱对死搁活。所以两个人就安怎倒转去家己徛起的所在。所以因是信耶稣对死搁活，是信耶稣也未对死搁活，也未。因若相信耶稣已经对死搁活，因会安怎？因会反应。我今日若看到讲，你今日若是看到牧师对死搁活，你会足欢喜哦。去甲兄弟姊妹讲哦，好，牧师对死搁活啦，好。伊真正对死搁活，还是你会怎转去，怎坐咧？通常若拄着即个代志，咱一定四界去讲啊嘛。咱哪会像尾啊遐讲啊？对安尼两个门徒安怎？转去家己徛起的所在，就是失望啊啦！耶稣真正互刷去啊，刷开啊，毋知走去倒位啊啦！咱的信仰安怎？或者火烧孤寮安怎？全无望啊！
含高粱都拢烧了了呀！你个有啥物愿望？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咱有诶时阵啊，因为看见来生发一个相信，但是咱信诶物件啥对啊？毋对？毋对。即马真济物件哦，会当真正哦，你即马看迄电脑内底啊，有一寡影片啊，有一寡影片吼，你看讲迄吼做甲袂输吼，真正新闻做出来，真正现场翕出来，但是事实迄个代志拢总无发生，迄是电影做出来，用电脑画图改画出来的，但是画敢若真正人呢？画甲含迄个吼鸡仔路吼嘛，拢总完全拢总相像呢。咱的目睭看会到，但是实际上呢，看的是真正足假的物件啦。所以，亲爱兄弟姊妹，这个时代内底，咱看到这个世界，大家人拢总安尼做的时阵，咱爱斟酌注意这样代志。这个代志是真的还是假的？我常常爱讲一句话：尼采，德国的一个哲学家，讲上帝已经死去啊。但是有人讲，上帝讲尼采已经死去啊。亲爱兄弟姊妹，咱今仔日爱真斟酌，上帝并无死去。虽然伫这个世代内底，世界变甲安尼，耶稣基督犹原活活伫咱当中。所以咱看到的物件，咸菜会互人感觉不止啊真失望，但是一定爱会决定。我相信的，毋是短暂的世界叫我去相信的，我相信的是迄一位。活到永永远远陪伴我，甲我同在的主上帝，永远活的上帝。谈拄啊，牧师娘起来的时阵，第一句话讲啥？你敢会记哩？你起来唱歌的时阵，第一句话讲啥？你敢会记哩？我毋是叫你会记哩啊！伊讲啥？感谢主，耶稣安那，搁活无搁死。这句话真重要哦！耶稣若搁活，就搁死去，安尼就无啥路用。圣经内底有3个人嘛，有对死搁活，一个寡妇对无？搁啥？列撒罗，搁盖罗因查某囝对无？所以耶稣有3个人对死搁活呢。问题安怎？就搁死去啊！若无列撒罗呐，活到今仔日，咱就当加点甲问一寡对无？就无啊！这3个人就拢总死去啊！因有对死搁活，但是呐嘛搁死去啊！但是耶稣无共款呢，耶稣是搁活无搁死呢，这才是重点。所以一定爱记住这个代志。所以呢，当安尼个代志发生的时阵啊，因安怎？你看哦，因伫迄个时阵，因就真失望倒转去。其实哦，这个时阵嘛有另外一个人嘛足失望啦，就是这个玛利亚，莫大粒的玛利亚。伊安怎？伊无转去啦。了，伊就伫迄个所在哭啊。哦，伊是安怎哭？伊为着伊会毋知影，伊的心安怎爱慕耶稣基督。这个代志哦，你若斟酌看的时阵哦，看迄若是战争片啦，什物电影内底哦，你会看一个物件，讲安尼吼。活的时阵爱看到人，死的时阵爱看到啥？尸体啊！活要见人，死要见尸啊！即马耶稣无伫咧啊，变做千古之谜。爱讲伊对死搁活，这个代志我嘛毋知。我想伊嘛无想讲耶稣对死搁活，伊敢若想要做啥？伊敢若想要来甲耶稣抹油，安尼甲伊抹，敢款款的好许。所以伫迄个所在的时阵啊，伊就额头往内面看，这个看的时阵哦，看到2个天使穿着白衫，哦，我感觉一个真大的恩典是啥？你若坚持哦，你就会看到天使。但是耶稣基督毋是爱咱看到天使呢，
毋是爱咱看到天使。来，咱甲身边兄弟姊妹讲，耶稣毋是干那爱咱看到天使，甲伊讲。耶稣望咱甲伊面对面相见，佮甲伊讲一解。所以你斟酌看的时阵有无？所以伊就伫迄个所在，天使对伊讲：“妇人人，你啥思考？”伊讲：“因为有人甲我注煞去，我毋知影伊囥伫倒位。”讲了这个话就越过心来，看见耶稣徛伫遐，却毋知影是耶稣啊。所以伊非常艰苦，因为伊毋知影，伊毋知影这位主耶稣到底走去倒位啊。所以伊真艰苦啊，伊的心艰苦，伊白白伊伫迄个所在。但是伊看到天使，伊甲天使讲：“咱有真济代志哦，会当甲人讲，但是人敢我都真正解决咱的问题，无才调。”伊会当甲你讲，你就是安怎，所以你今仔日才会变安尼。这就是啥？医生嘛，这就是啥？心理学家嘛，这就是啥？体育家嘛，就是老师嘛。甲人讲安尼，啊，所以就安尼。但是伊有法度讲出问题，伊敢有法度解决咱的问题？无。真正解决咱问题是啥？是咱的主耶稣。伊伫这个时阵，伊毋讲了才。你讲，因为有人甲我的主煞去，我毋知影伊囥伫倒位。讲即个话，就越过心来，看见耶稣伫遐，却毋知影是耶稣。我迄落的时阵，我定定讲吼，即个玛利亚是遐济岁啊，因啦，目睭蒙雾，双舌流目油，看袂清楚。但是注意，靠了过度，这嘛是一个哦，靠甲目睭怎无？但是实际上，你若斟酌家看的时阵啊，即张图我感觉画了真好的一人啥？耶稣是安怎？背光，玛利亚这个时阵是哪？逆光所以看会到，但是背光的时阵，注意哦，迄是啥？天打要光的时阵，所以你看袂真清楚是虾米人。总是这个时阵，耶稣出现，玛利亚伊毋知要安怎样，但是这个时阵伊需要，伊问这个问题，提出这个问题了后，伫当中实际上。天使伫迄个所在会当听咱的问题，但是真正解决咱人生问题是啥？是咱的主，是咱的耶稣。哈利路亚！所以伫这当中啊，伊就伫遐啥？玛利亚佫是啥？掠准是顾即个园的，哦，顾蒙宝的，伊就对伊讲：先生，若是你家耍鬼，你就甲我讲，你家囥伫倒位，我就去家找。咱定定认袂出来主耶稣。咱定定就是用咱的想法咧想主耶稣，但是这个时阵主耶稣就甲伊讲玛利亚，玛利亚就越过头来用希伯来话对伊讲列波尼，就是甲伊讲老师、先生，好了伊就安那真意爱想要骂去要甲伊揽一下，但是主耶稣甲伊讲你毋通忘我，是安怎毋通忘伊？毋是耶稣当算，请会记哩。耶稣基督是对死搁我初识的果子，初识的果子爱献予谁？献予上帝。所以必须要将家己献予上帝，了带着属灵一切的祝福甲权柄来赏赐予所有的百姓，赏赐予伊相信伊的人。亲爱兄弟姊妹，耶稣基督搁我身上的荣光，是因为伊。第一，实实在在为咱的罪来死。宇宙当中无任何倒一个人愿意为罪人来死的。咱看到一个人犯罪的时阵，咱拢讲啥？伊罪有应得。但是耶稣对死搁活，伊的死是为着我这个罪人，为着你，为着咱。每一位犯罪，原本咱应该受刑罚的，原本迄个鞭应该是拍咱，原本迄个钩啊应该是甲肉揪出来，是咱应该受的苦，但基督为咱受苦。耶稣伫迄个所在对伊讲：“你通问我，因为我还未上去咧天顶，我爸遐尼去。”你我兄弟仔去甲因讲，我要上天去见我的爸，嘛是恁的爸；见我的上帝，嘛是恁的上帝。斟酌注意这样代志，上帝过去是咱的上帝，但是今仔日
因为基督替咱死，基督的仁爱替人死，替罪人来死，这是伊的荣光第一点。第二，伊所讲的话一定会成就。伊毋捌讲过任何一句白贼话，伊的话是真的，伊的话是实在的。所以伊的话安怎讲，伊就会安怎成就。这是第二个荣光。第三个荣光是伊甲咱这个罪人带倒转去到天父上帝遐。伊用到一个完全的活命，无犯罪的活命替咱死，所以伊会当对死过活。当伊完成这所有救赎的工作的时阵，伊过活了。因为罪伫伊的心上无权柄，是伊有资格，是伊愿意替咱死，是因为伊无罪，所以完成伊照着律法的要求，完全成就这一切的工。所以伊做成了，伊倒转去怎样禀报天顶的天父上帝？伊的人生有一个伊的活命。已经对着做人这段时间完全完成，伊即马搁再一届恢复什么话？神上帝囝的这个名分。伊原本就是伊死的罪名是啥？犹太人的王，但是伊真真正正是犹太人的王，所以对死过活来表明这个代志的事实。亲爱兄弟姊妹，所以伫这个所在，耶稣基督讲啥？我要上天去见我的爸，嘛是恁的爸。请注意，爸是大声出现的，上帝才是倒尾出现的。所以伫这当中，咱的过去伊是咱的神，伊嘛是咱的爸，但是即摆伊是咱的爸，嘛是咱的神。这个关系是啥？改变过来，爸囝关系较赢过君王甲百姓的关系，所以这是耶稣基督为咱改变过来。亲爱兄弟姊妹，耶稣讲的话，伊就会成就。莫大粒的玛利亚就甲这话去甲门徒讲，我已经看到主了。所以，亲爱兄弟姊妹，莫大粒的玛利亚有一个真大的恩典，是伊安尼做，主安怎样讲，伊就安怎样做。伊听主耶稣的吩咐，伊就相信，伊就听伊看见了安怎？伊搁甲主耶稣甲伊讲的话，去甲伊的门徒讲。今仔日搁偌济重要一个恩典，就是主耶稣对死搁活显明伫咱的活命内底。咱相信啊，咱今仔日嘛甲这个代志摕倒转去，甲咱身边的兄弟姊妹。甲因讲，甲因分享。来，咱来看周报，请咱掀开周报第5面。第5面的报告的第4条，第4个报告事项，4月7到30，全国基督网络来举办属灵高强度间接性的训练。了，伊其中有第3项，请你为着3位还未信主的同事来守望。亲爱兄弟姊妹，咱如果已经得到救恩，咱是毋是也愿意亲像莫大粒的玛利亚同款，将基督为咱死的荣光，将基督对死搁活的荣光，将基督所讲的话一定会成就的荣光，将这个甲咱的同事、甲咱的朋友讲，为因提名，为因祈祷，为因守望，互玛利亚所看到的主，咱嘛看到；玛利亚看到，咱嘛看到。咱这3位朋友嘛会当看到，咱三甲阿头来祈祷。主耶稣，阮感谢你的听从，
你对死搁活，毋是你应该死，是阮应该死，但你替阮死，并且对死搁活，见证你真正的无罪，见证你是真正值得相信的迄一位，因为你安怎讲，代志就会安怎成就。你赢过死亡，你圣洁的活命替阮死。你互阮原本是上帝所管理的罪人，变成做阮是上帝所疼痛的儿女。主，互阮将这份荣光也有缘会当分享，互阮身边的这些朋友、亲情、兄弟姊妹，就亲像玛利亚伊所看见、所经历的，主耶稣甲伊讲的，伊就听了，伊就去做，照着主所吩咐的，伊去做，伊去甲门徒讲，伊去甲伊周围身边的人讲，互阮会通甲你同享这一份神圣的荣耀。同心恳求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愿上帝亲自施恩帮助咱。要咱伫伊的恩典内底，甲伊三甲做伙，同心来行。这是咱要感谢咱的主，咱的上帝。咱要同齐做伙来强守圣餐。来，亲爱兄弟姊妹，咱三甲做伙伫主的面前，来感谢主。伊是国外的主，所以咱照着圣经内底所吩咐咱的，就是主耶稣家己亲自对咱的讲，要强守圣餐来纪念伊。所以，亲爱兄弟姊妹，互咱伫这个时阵三甲做伙，同齐伫主的面前，诚心邀请。既然奉爸囝圣灵的名接受洗礼，兄弟姊妹，同齐来守圣餐。伫要守圣餐进前，咱也着审察咱家己，爱相信耶稣基督的血洗净咱一切的罪，伊的身躯成做咱活命的美娘，伊的生命成做咱的生命。若是还未接受洗礼的兄弟姊妹，请你暂时无领这个饼甲杯。若是已经洗礼的兄弟姊妹，你感觉你的心无平安，你无信心，或者是你还阁有啥物款的罪孽，无法度相信耶稣要赦免你。那呢，伫这款情景内底，你嘛暂时都无领这个饼甲杯。总是牧师要邀请你，求上帝、求圣灵赏赐，予你真实的信心，予你实实在在相信，有信心、有能力。你无纪念家己的罪，因为基督已经赦免你，伊为你对死搁活，来证明伊对你的疼。所以，就诚心用信心来领受这个饼甲杯。各位亲爱兄弟姊妹，今仔日咱同齐做伙组织伫遮，是照着主耶稣基督所吩咐咱的，就是基督耶稣受卖迄一暝，伊摕起饼来祝谢了，就掰开，摕互学生讲：恁摕去食，这是我的身躯为恁来拍破的，恁着安尼行来纪念我。这是耶稣基督的身躯。
你每逢摕到这个饼的时阵，就彼此相等待。又搁爱审查家己，又搁用信心来相信，基督为你来死，的确就安尼行来纪念主。怎样来纪念主？就是基督愿意牺牲家己的生命，你也着安尼愿意来牺牲家己的利益，来成就你身边的人，伊的疼，伊的需要。伫你所拥有的来分享，伫你所有的来关怀，伫你所有的来帮赞，这是耶稣基督为你所拍破的身躯。每当摕到这个饼的时阵，就彼此相等待。恳求圣灵来光照你，互咱会通审察咱家己。因为人若无审察家己，若无承认这是基督的身躯，若无承认基督的赦免，安尼食这个饼、啉这个杯，等于是食啉家己的罪，因为伊无相信。基督替咱受死的事实，安尼伊的罪就还阁伫咧。所以每逢摕这个饼、啉这个杯的时阵，就爱用信心来相信，基督为咱所拍破的身躯。来，请工会接书为了这个饼献上感谢。万王的王，万主的主，你是今在、昔在、永在白。伫地面上，阮一人犯着罪的时阵，你用你的疼痛来引带端了着阮。你切紧你的独生圣子来到这个地面，为阮来出世，予阮遮这个所在。会当知影你是永活的主，我为遮这个所在献上感谢个乐，啊，为着阮的罪罪过，你伫十字架顶流了宝血，为遮这个罪，互阮会当遮这个生清气，互阮遮世上除去罪恶的垃圾。主，我伫遮这个所在本是不配的，但是主因为你的疼痛满满来施落伫阮的当中，互阮遮这个所在会当。明白你的旨意，主阮遮这个所在献上感谢个而乐。感谢主。伫地面上有济艰难苦楚的时阵，你敢讲，你已经赢过遮这地面的苦楚。我遮这个所在会当仰望你而乐你，因为阮知影你的独生圣子死个活，而且这个所在，互我出世入生的活梦。我遮这个所在献上感谢个而乐。荣耀至高的主，我伫遮这个所在专心仰望你，因为阮知影你是独一的主，我伫遮这个所在会当明白你的旨意，感谢阿乐你，阮打将一切荣耀上赞阿乐拢归乎你，感谢恳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真名。阿门。当者用信心来领受基督为咱所拍破的身躯。饭后，耶稣基督提起杯来祝谢了，就分予学生讲：“这是我为恁所流的血，恁提起啉，用安尼行来纪念我。”这是耶稣基督的血，这是耶稣基督的血。基督将伊的血为咱流出，
用伊永远的疼咱，咱也着纪念伊为咱所做的，立定心志，愿意用伊的疼来疼咱的厝边。伊都既然无惜家己的活命，为咱来死，咱要用什么来奉献给伊呢？为愿咱伫一切事上，遵照伊的旨意来行，用安尼来报答伊的恩典，伊的疼痛，伊永远的慈爱。人若照主所讲的去行，这个人是主所认捌的。人若听主，就一定会照主所吩咐的去行。伊听主的心，就是真实的。主大声听咱，所以咱听主也是理所当然。真心听主，就亲像主真心听咱同款。这个人就是主所熟悉的，听主的，主的确加倍来听伊。伊的道路也要有能力，伊的道路要有见证，伊的道路要有阳光。来，请慧君接续为着这个杯献上感谢。亲爱的天父，阮感谢你，主你差遣你的圣子耶稣基督，为着阮世间人来到这个世界，伊会当伫遮体会到世间人的软弱。甲所遇到一切试探、试炼，主，你会当体会到遮，来为着阮的软弱来祈祷，加做这个大的祭司，永远我的祭司，来为阮来恳求。主，阮感谢你，阮知影，主，你对死过我，你会过我的大能。也要真做阮的快乐甲恩望。主，你伫是你家顶的当中，你也伫遐赦免所有伤害万昧的人。你讲因所做的，因毋知。主，你伫是你家顶来赦免因一切罪。是的，主。阮知影。主你的保护，也要安尼来赦免阮一切罪。阿门。主啊，也恳求你来帮助阮，因为这个赦免是阮爱所学习的功课，这个了解。你讲，随望阮的信心，亲像这个挂菜籽，遮尔啊细的时阵，阮的怨恨亲像山遮尔啊大的时阵，这个信心，这个挂菜籽的信心，拢会当甲这个山来刷开。阿门。主啊，恳求你帮助阮，将这个信心会当伫人所袂当的，毋过伫上帝你遐，拢会当成就。阿门。恳求主来帮助看顾阮。谢谢。互阮的活命会当分别做成，阿门。会当
活出基督你所欢喜的样式，谢谢主，互阮赞美你，达着主耶稣你的脚步来跟对你，感谢谢主，谢你，安尼祈祷，奉主耶稣的圣主名求，阿门。当这用信心来领受基督为咱所留的会。等一个时阵，才请各位把迄个圣餐杯放伫迄个招待处的所在，咱会回收，搁再使用。请大家三甲做伙帮忙这个代志。最后，咱三甲做伙同齐起立来领受上帝的祝福。愿全能的主上帝亲自赐恩予你，予你会通伫地面上纪念主耶稣。将来要伫上帝国同齐啉迄个新的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请坐。下面咱感谢主，上帝听堂甲咱同在，咱只是要三甲做伙同齐咱用提琴做伙来敬拜。基督耶稣对死搁活是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因为有这个历史的事件，所以咱的信仰才会真做真实。伊毋是一个故事。伊是一个历史的事件，所以咱会通伫主的恩典内底，甲主三甲同行。基督若是无搁活，安尼咱的信就无路用。基督所讲的话，若是有一部分有成就，有一部分无成就，安尼。就表示耶稣基督敢会当用药的那样，但是耶稣基督毋是用药的，伊安怎样讲，伊就会安怎样成就。所以，互咱伫主的面前，会有一个稳当的心，是因为伊是一位咱会当稳当。我靠的主上帝，每一个日子拢是神圣，每一个时刻拢是重要。但是主耶稣基督对死搁活，这个日子特别咱来会记得。圣经内底对头到落尾，无讲咱着纪念主耶稣的生。但是圣经一再强调一项代志，主耶稣讲：恁着纪念我的死，并且着纪念我的搁活。所有的教主，因拢有生；所有的教主，因拢有死。但是耶稣基督甲其他的教主是无相像的，伊对死搁活。并且活到永永远远，这是咱的主，这是咱的敬拜。伫伊的听堂，伫伊恩典内底，咱用信心、用虔诚来敬拜咱的主。诗篇150篇讲，用诗用弦、用瑟、用琴、用各项的乐器来敬拜、来学乐。因为摇花咱的主，创造咱的活命，耶稣基督，咱的主，救赎咱的活命，圣灵引带咱的活命，
三位一体的上帝，堪接受所有一切的敬拜。咱感谢提琴敬拜团，伫这个过活节的日子，特别用提琴同齐做伙来上赞敬拜咱的主。
咱用掌声来感谢上帝，来感谢提名敬拜团，会当三甲做伙用着提琴来敬拜咱的主、咱的上帝。搁再一届用热烈的掌声来感谢咱的主。那个不用移开没关系，留着就好，楼上顶上的挪走就好，这边不用动。这样。咱感谢上帝，我定定咧想讲哦，将来咱的提琴敬拜团，啊，伫上帝的国度内底，含正天使、正使者，同齐用乐器来敬拜咱的主，是何等大、何等的水。愿上帝施恩赐互咱，会当伫伊的厅内底继续甲正圣道，同齐用逐款的乐器，用咱的声音来奉献、来关怀。愿上帝纪念咱每一位兄弟姊妹所献上的一切。毋知伫咱当中今日有新来兄弟姊妹无？是无？咱三甲做伙用敬虔甲感恩的心来奉献。每一届的奉献，拢是回应主的听。基督怎样为咱来死？咱的确也得用这款的心思意念，用咱全部的活命来回应咱的主对咱的听筒。三甲同齐做起立来吟诗歌，同齐用奉献的心，奉献咱家己，奉献主所赏赐予咱的。茶分之一，全人上入虎口，今天在间时间属耶稣。要将一切奉献伫主面前，请听上帝应允记在圣经，神话赐我，万军的主应允要将福气赐予你，万有无出准，要讲福有存。当我信心要当予我通行，前途分马舞毋敢行，却有主的温柔怜悯妙安，通过伊的圣言，向我灌溉，神话赐我，万军的主应允要将福气赐予你。万有无出准，要讲福有存，将我活命恭敬献予耶稣，也献全家所有杂之因，世界每位予我家族家人，就听伊伫经中向我指示，神话赐我。万军的主应允要将福气赐予你，万有无出准，要讲福有存。愿迄一位互人对死搁活的主上帝，也是互基督对死搁活救赎人的主上帝，搁较是差遣圣灵运行伫咱每一个人心中的主上帝。伫逐样的善事上成全恁，告你的活命，因着圣灵的同在甲引带，活出基督搁活的大能力，见证上帝大权能永远的听筒甲救恩。愿上赞荣光归于咱的主，平安喜乐甲丰富，济济加添伫你甲你的全家，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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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坐，咱今日第一堂的主日崇拜就到这，各一段落。上帝赐福，大家平安。